拜访朋友很多样，吃酸酸来用几张年的要看你们这退多少？哎呦，经过3张年以后。冇事情，但講前面數羊嘅時間，第二講嘅麻煩，但講出來時間就都破題了。這個就像那個你40歲之前，哇，這個命運都很坎坷。那40歲以後呢？40歲以後你就習慣了，就習慣了。對啊，近年來傳統主義嘅官權嘅故事，你都衰哦，哇，今日真的大概是可以聽出耳油啦。千山，山高牛冲出來。大家新年快樂！上禮拜又有請到眾多來賓同兩位先生來分享開運嘅方法。下禮拜嘅節目咪會繼續延續上禮拜，我哋教大家用辦法快運走，好運來哦！一下就強下來欣賞今晡日精彩嘅節目吧。講一下，去年有乜嘅水運呢？係啊，今年第一時節人我經驗嘛，我經驗到玉里水人部，天意走船所
干到叫我水梅叫我瑞水嘛，干过去上课，結果一試查一開查，我老公是健康後輩啊，哈，有個巡邏警察庭呢，想講，做乜嘅喏？你冇事下慢掉兩幾個好咧，哈，檢查佢係做乜嘅事啊？哈，問題。一下個鳳牆頂我都冇看到嘛，哦，一下個個警察是個名，惡意嘅上司來的，啊，這邊發現，啊，其實講，奇怪呢，你視察就冇講，講我先生啊，你視察就冇講，你做嘛會闖紅燈啊？係呐，讓白人乜個演員叫，我做警官你啊，叫我做。照好正經，看個警察到底做乜？停你嘢查。結果係用啊，佢做乜停的？就講我是看你闖紅燈啊。哎呀，這有一點。發現，當然，本來佢講7月開始，到9月什麼嘢是double嘛，最便宜是2700啦，係啊，我用 double 落去，計5000人嚟啊，5000啊，係啊，我下心肝是動緊佢，我講。因為冇看到，叫我看到警察啦，冇看到紅牆頂啊。有看到警察，冇看到紅牆頂。係啦，食材哦，對啊，有一些嘞。還好嘞，小錢呐，發2000去聽呐。對呀對呀。哎呀，個聽音樂給他消災。不過聽音樂吼，我去主持嘅，我獻祭嘅有啊，進前總部成立啊，我有穿到一隻紅包啊，將該我錢是搞不我身上，其實他吃人呢。你那就看到現金沒？你那就我講你也本叫發，你也本叫發嘅嘛。你那唔過個心肝係你唔會騙。哦，聽錯啦。因為我教學，因為我教學嘅費用啊，非常嘅大啦。因為呢啲北部嘅先生唔可以上去過花蓮嘅便宜教嘛。係啊，行700里呢，700里呢，7啊，條妹啊，1400里呢，係嘛？總共700公里。哦，很有心哦。真的。出人為我老公講嘅，你按到寫咧，為到客家文化發揚，你受苦誒，吃虧冇上過。他也沒有去。係啦，冇議論錢，冇嚟講錢嘅咩？問啲按大錢。但按大錢冇上過咯。結果呢，因為個總管啊，叫我推下來咧。90年代嘅錢啊，啲啊，記得係算AT啦，實體。總店費叫我總店費啊，很少得2,000塊。韓國呢，叫我茶馬費啊，貴下2萬人冇本。哎呦，係啊，所以但是我老公講算你啦，有兩樣有福，冇兩人計較，冇兩人計較啦，因為佢下退嚟嘛。你佢嘅意思是講上頭冇發准下來，所以冇好補貼。跟我都簽署嘅咧呀，茶馬費、總店費全簽署咧，唔本罵人講咩冇可能嘅事情。係咩？你有簽領據的。對呀，所以講，哎呀，還有乜個水師嘛？水師哦，嗰時講，我係移走啦，我咪。吃董相放棄那個綜藝節目的主持人的那個麥克風啦，想要發展事業嘛，發展事業還是投資。投資做這樣保健食品啊，美容按摩，油壓這樣子，而且又是大品牌的，那個有商機啊。對呀，我還是想講，投資落去，裝潢費給公司規定講要幾多錢嘛，40萬嘛，買個材質咧，又買個鋼板咧，連鎖店咧，對，連鎖品牌，韓國1拿貨呢就要拿40-50萬。哎呦，用假的東西。再加上呢，我去做美容師嘛，我老我兩我妹，我以前咧投資佢去考證照嘛，我3幾年就考到證照了呀。美容師證照。係啊，還是開店啦。結果我4年啊，老我想法冇窮咗啦。4年因為個我為了塔什美嘅眼望，來做來聽書案。也皮的你就出來啦，一屯聽書樣啊！他是你的幫手，嗰種感覺。我嘅想法係
捱去做個，捱行做啲舊倉嘛，係啊，捱行繞條路嘛，捱是講嘅舊本記嘛，咁樣啥想法冇同樣啊，所以是其實冇認真，冇認真都嘅做，都嘅聽日都係上面，都嘅聊天，唔可以口渴。做安尼生意吼，一天都口渴，做口碑啊，係啦，因為有人客啊，對啊，所以講，乜嘅睇品牌都冇用，你冇認真，係啊，你冇認真經營嘅飯就係定義啦，結果可以叫佢，經營還是屬於來的，哎呦，係開咗屋水打，開咗嗬，可以打3年嘅嘛，係看到唔相讓嘅啊，啲人生意攞嚟想法冇相讓，還是屬於來。見看到唔錯嘅時候，總共了幾多錢？了嘅500。哇！拿唔賺你啦，打爽。我本嚟冇薪水呢。真的啊！我覺得阿妹太好了吧？對，這個為人父母沒有辦法。我父母啊，是想講天數自家自己啊，嗬，而家冇乜嘅好本記咩？係。像你樣去做條路，你沒有幫記啊？你要經驗值，要有認知，對啊，你會靠證照、醫療的證照、哈種子發培育的執照，還有那個胎球的那個證照，他都有的。他現在就在救國團呐，哈那些國營的那些去教課。哦，所以開始像我做乜嘅推動青年妹，就係青年妹溫妮姐。溫妮姐，溫妮姐，溫妮奶嘅奶，溫妮姐，哦，溫奶姐，做乜嘅溫妮姐做？佢做胎球植栽，培養咁嘅種子栽培，韓國多肉植物的那個組盆。哦，那個有商機嗎？有，它有商機，對，它有接受很多社會團體的那個邀請去教課，這樣就我們就安慰了，以前都幾興趣對呀，所以我有閒的時間我會去幫忙。哎呦，哇，不多安逸。哎呦，這樣差唔多了。係啦。阿蘇香老師有乜有建議嘅冇？係啊，姜老師多多讓係前陣見東南川哦，是他講，要丟水裡的，對，是他講。剛剛我有先看一下明珠老師的命盤哦，其實對你來說，你這一輩子最擔心的都是家庭跟小孩，你最放不下的也是他們。但是慢慢的，你要學習給他們一個成長空間，因為你的小孩子都很成才，他們都有自己的意見，你管不了他們。真的，他們真的就是越大越有自己的意見。那對明珠老師來說，2023年相對辛苦，是因為有的時候你覺得遇到小人，有時候有一些口舌是非，那這些呢會讓你覺得有時候有點委屈，甚至百口莫辯。就是我講話的時候，我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聽到別人的耳朵裡面卻換成了另外一個意思。譬如說，你說你在吃排骨便當哦，那別人聽起來就會覺得說你是在笑我只能吃排骨便當嗎？對，就是好像其實明珠老師不可能有那個意思，但聽在人家耳朵裡就會覺得，你現在是很有錢的，是不是？對，就會往往有這樣的情形發生，會讓你是有一點點困擾的。那再加上家裡面的人，其實你們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哦，每一個人都個性各有他固執的那一面。那你在居中協調的時候，有時候也是挺累的，對不對？都不能講，不能講。來我們節目講水溝，對啊，所以我會給你的建議，第一個就是說，如果明珠老師有你自己信仰的宗教，或者是多到廟裡面走一走，把你的心開闊起來，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其實這一年有的時候你的心是很悶的，有時候覺得說我做了這麼多啊，你們都怎麼都不聽，都不體諒我，等等等等。那這時候呢，幸運的是2023終究會過去嘛，2024要來了。可是呢，我在這邊要特別提醒明珠老師，你還是從事你的本業就好。然後如果說又有人要找你投資啊、理財啊、做副業，千萬要謹慎小心。但是你自己做自己的本業是很不錯的哦。我前一個禮拜還做夢說人家找我投資生意這樣子，然後我一直跑，他一直追。這個夢是一隻狗嗎？還好我家裡侍奉的是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對，所以說我也蠻能夠穩定釋懷的。體相對啊，好，2024加油！謝謝。對，就是全家都改名，係啊，對啊，全部改名，沒有，我2個女兒啦，他們一直
直做事情都不顺，然后感情也不顺，交往了7、8年还会嫌他胖，就离开他。对，然后呢，有的交往，因为他的长相的关系吧。对，交往5年，他以前7、8年前不是长这样吗？奇怪，没有，他女儿本来就是交往5年，肉的，交往5年，说离开他马上就结婚，有这样子，真的哦，真的啊，我就这种男人不要也罢。对，所以他也可以看得开放下啦。我就带他们到台中的一个某很有名的老师。你鬼名？对，有怪的，有怪，有，你啊怪的嘞，佢嘅事業咧，乜嘅全部做孫咧，由下孫嚟工作，睇下冇工作咩由下孫。哎呀，很清楚啊，恰欣賞跟民族欣賞感有時會鬼名。明珠老師自己的名字。一盘名通常是看2個地方，一個是看結構的筆畫。聽現在詩你看到觀眾朋友也是一樣，你的名字寫起來。第2個字一開頭你怎麼寫？那個位置是跟我們的事業有關係比如說我舉個例，明珠老師的這個名字是不是第1個先寫日字，對不對？日字跟我的事業方面會比較有關係。那相對應的就 NS 生肖然後你要知道部首有沒有加分，有沒有合？那這有差。舉個例子來說，我們的明珠老師的生肖，比如屬狗嘛，對不對？還講我們的狗，其實它們貓科動物都是怕太陽。你有沒有發現狗只要看到太陽的就一定跑去樹下，要不然跑到騎樓底下去躲。所以基本上在事業方面來說，就會發展上面就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點。所以你去查生肖姓名學的時候，屬狗的生肖有日字旁。我就會比較有點影響，然後觀眾朋友要注意你名T 3隻詩神下出來該這部分然後你的財運有關係，給斜玉旁，斜玉旁就跟財運有關係最後下出來該是跟你財庫能不能存到錢有關係所以明珠老師其實原本的財運上是不錯的，只是說財庫後面就要稍微注意，豬這個字結尾後面有沒有？它也是一個豬，對不對？豬其實它以前在猜朱元璋的時候，他把它拆開叫牛八，裡面藏了一隻牛八，有沒有？裡面有隻牛嘛？一隻八OK。你頭班生肖裡頭狗它剛好針對什麼？跟着羊、跟狗、跟牛2個生肖，所以你看那個農場裡頭牧羊或者是要趕牛，都是用狗。有相克，相克，相沖了，對所以我們名字上面來說，就是說，明珠老師其實財運上是不錯，但比較稍微可惜，比較沒有財庫，所以你賺這些錢，當然後面存起來，最後有時候就是因為各種原因。會流出去，對所以這個部分是會有影響的。當然，基本上來說，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可以從名字上做修正。所以，你下名愛喜之如果我們自己取藝名或者是偏名或筆名的時候，你可以稍微參考這個部分。我也可以取一個跟我比較適合的名字。第2個其實我可以。那我可不可以寫？我從月開始寫，再寫日這樣？不行，點都過了下。點都過了下。造字的時候，它自有它原本的寫法啦。對，就給原本嘅寫法。老師，早先呢，我也跟着女兒有去改名字，一起去看了。後來我父親反對了，他說：“你的名字是我取的，你年紀已經這麼大了，就不需要改。”我老公也不肯。沒關係，因為不過一般就是這樣講，就是說改名字其實它沒有分年紀。這一點我稍微補充一下，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有些人會覺得說，是不是到了幾歲以後，我們知天命我也不一定要那個。但是有時候是這樣，當我願意去動它的時候，它就開始會有改變，它就開始啟動吸引力法則。有一隻嘅然後佢73歲。張貴苗為什麼呢？因為我印象很深，我在高雄，他來的時候，我一開始寫他的名字，我說你的名字很多兒子哦，他就很高興，他說對我有3個兒子，而且都不同媽媽，有同一個，好。不，後來我再看一下，我就說不好意思，你這個兒子，我這樣講可能不好意思，他就說怎麼了？我說你這兒子有跟沒有一樣，然後他就眼淚就
滴下在桌面的纸上面。我说怎么了？他说他3个儿子，没有1个儿子要照顾他。那他现在是2个女儿轮流接去照顾。当然儿子不愿意照顾有2个原因啦哈。一个原因当然儿子本身的问题，第二个原因有时候媳妇的问题。对。那你有时候就兄弟姐妹之间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你10天你10天，我31天，对，我11天呢，我就多1天嘛，计较。对啊，所以有时候为了这种问题，后来他改了以后，他其实我后来跟他讲说，你再擦。你愿不愿意吗？再擦不会比现在擦，你就试试看。然后他改了之后，大概1个多月后，然后他带他2个女儿50几岁来改名字。真的哦。他是说，我就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我上个礼拜我大儿子打电话，他一直讲一直笑。我那个大儿子打电话跟我讲话聊聊，他就跟我讲说，问他愿不愿意到他家里头去住，要接他过去住。他就很开心。真的会改变个性，对。然后我可以建议一下哈，明珠老师我们希望说在刚才讲事业在规划或什么的话，能够更好。那我们在每一年的比如说家里的文昌位，或者我已经知道我家里头真正的文昌位在哪里的时候，你不妨在文昌位上面布置。比如说在2024年我们在家里的西北方，你的办公桌或书桌，不妨看看这个位置在哪里，有没有办法布置你的书桌。或者是办公桌都没关系，你只要位置放上去，即使我现在是在我坐在那边时间很少，但是对你一定有加分。为什么？这跟我判断分析的能力会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有时候你只要放上去之后就会有改变。第二个呢，我会建议你在居家环境的正东方这个方位里头，也可以稍微布置一下催财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部分呢跟我的思路也有相关，因为一个叫文昌，一个叫文曲，2个如果互相搭配的话，那我们在判断分析的能力上就会更加强，那也更容易成功。一般的观众朋友也适用嘛？对，一般观众朋友对，所以一般观众朋友如果说你面对有一些问题或家里头他意见都不同那到底要听谁的？那你不妨稍微做一下布置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找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文昌星、文曲星那个催财的是什么东西呢？催财的东西你有很多种像我们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放聚宝盆，那也有可能会放盐灯，也有可能会放这个紫金洞。其实都没有关系甚至我们还有朋友，那我放错位置了。对，我的你放到对象去，紫金洞放在文昌位，放在书桌那个应该不错，也不错，可以是吗？要官方位你要在你自己家画9宫格，FB 摆抽了。你等下私底下再好好请教。好，什么民族精神？谢谢。好，但你等下私底下要请教老师要付钱。好，那有什么问题对，好，谢谢。值得按用个条子做的。按字这样子，什么民族精神？按字这。讲到改名妈妈们50岁改名。日本人都因为客家人全部摸嘛，对，那很多就碰到一个老师说，摸我老的时间吧，身体冇讲，我做的时间较难做完的。真的我以为那种现象，唔知啦。那个妈妈谈到，还改一下，她本来叫曾义妹，姨妹，然后现在改叫曾梦纯。好浪漫好梦幻我妈妈名字很浪漫的，84岁了。梦纯，他朋友都碰到他，梦纯姐。你在说吗？你笑什么？你是不孝顺这很可爱，很可爱。今天有3个名呀，难怪梦纯姐。原來，收得有。好了，沙了，糖，恰起個先生帶嚟喝糖嘅歌曲就一拜访的朋友很重要，是算看来要幾十年都要看你的這配多少。今日都要嚇到真的佢都意思講，起唔起把佢花嘅小仔樣問你多錢幾多錢？啱嘅，結果13年以後。
无事情，来讲一情义舒养的时间，你伊讲的伊麻烦，但讲出来时间就都破体哦，这个就像那个哦，你40岁之前哇，这个命运都很坎坷的。那40岁以后呢？40岁以后你就习惯了，就习惯了，对啊。来，屯两位太史介绍一下，也比遐安尼客家嘅国宝级的人物，国宝三个老师，老师好，老师好，对，两位老师好，已经没有无人能出其右了，就只有他了，只能从左边出来。我有一天哦，要从左边出来了，你应该都懂孙懂后吧？允许喊做的讲普通的啦，最主要就讲健康方面，健康，因为因讲发感年来啊，乜嘅事情就来。哎呦，尤其嘅身体方面啊，記得以前
也有做音響，也有做音響啊，大喇叭、細喇叭全部自家講啊，都聽。結果有個3度，呢度客家人講有個10度，就係有錢講。10度以後呢，音響唔敢去做嘅。聽聽要地下都研究以前嘅關係。政府講打就打，連打4劑。打好4劑，結果打好以後，結果有沒有用藥？有沒有確診？有沒有還沒確診？很多人真的哦，對啊對，很多人都這樣。確診以後冇相干哦，哎呦，個確診過體以後，因為一身有個酸痛，哎呦，就像講係沒免疫力嘅問題，沒就印象講應該派聽甜嘅藥錢，了，結果冇好，連通也爭嘢咧。哎呦，真的佢唔係大嘅後遺症，係嘛？結果去醫院檢查結果，人家可能那個關節肺炎就同豬藥嘅嗰樣嘅小炎一樣，也食藥嘅，結果冇好，冇好，連佢注意下以後，上個沒辦法，係咪向醫院講同嚟檢查？那也有人樣聯想講，係咪身體有出問題？就全身檢查，就出血檢查，結果一檢查到，原來係類風濕。類風濕性關節炎性關節炎，佢就係免疫力嘅問題。也就係免疫力嘅問題。免疫力嘅問題，結果係唔係至於人家嘅疫苗嚟打嘅以後打產生以後，係咪有產生嘅問題？人家唔敢講。結果也嘅檢到講係有類風濕嘅，佢都同係出入嘅藥房，結果試咗以後，感覺又較好咧，又較好。但是問題又出來，係乜嘢呢？嘅人講咧，我都就以前先人有講蕁麻、蕁麻疹，蕁麻疹就來，急性蕁麻疹係，我細細時間有聽人未講過，人盲塞出過麻，盲塞出過麻，細細時間冇出過，冇出過麻，結果都。65歲，差個蕁麻，蕁麻同啲乜嘅沙皮有關咯。繼續講全身一點點嘅啦，皮蛇嘛，是不是？最重要係乜嘢樹，樹力，咩溫麻，樹溫麻以後哦，結果怕有食過藥嘅注射以後，結果就因脫皮啊，像啥樣嘅脫皮，連脫一兩張嘢。琵琶脫體4-5才當，真的哦，你換膚了呢？就變換膚，人家都要用果酸，唔是咧，是脫皮。佢講佢日嘅類風濕哦，當痛嘅時節啦，痛到根本挨唔得，哎呦，佢屬於撞到痛，佢人彈琴咩唔是講，佢打鼓嘅就唔是講，所以哦，佢真是本人親喺上腦。那要治療一下，也就本日嘅醫生佢開藥房以後，就講心臟嘢一出血敗，檢查，我仲開藥房，食來半年來，吃到就冇乜有感覺嘅，有較好，有改善體咧，有改善體咧，有改善就好。對，哇，人也有嗰種本身就有個治癒能力啊。係啦，可能就會慢慢嘅心情啊，較快啊，有冇一個身體狀況，對，以上就犯過就清創嘛，創邊我樣白要咩病啊，嘅我現場又有較好。防疫衝藥，對，冇辦法。提過經常之前咩有一算過命係他。其實以前哦，我冇乜嘅算命，就一拜半個朋友很多樣吃算開嚟，結果唔掂喎，佢拜一算天拜到都係，佢講哇，可能人命樣辦，佢講。幾十年都有看你們就聽多少？哎呦，今日都有嚇到嘅。哎呦，真的哦。因為這樣是我媽媽身體也唔係清好，我爸幾廿年紀也按多嘅嗬。你想講，但是人客家人就較硬頸，我講我就唔信，平常時也沒講有做壞事也乜嘅東西，都係認真做條路嘅人。因為我有揾有錢嗬，佢都意思講，係唔去把佢花嘅小仔樣問你幾多錢幾多錢？就啱講無限，要上班要上課那意思嘅嘢，叫我冇去，見過3張嘢以後冇事情。我講前面數樣嘅時間，第二講嘅姨媽房，我講出來時間就仲破體嘅。
他免费帮你破了。这个就像那个你40岁之前哇，这个命运都很坎坷这样。那40岁以后呢？40岁以后你就习惯了，就习惯了。对啊，所以要种意思啊。其实这样子因为有同阿爸讲有事情，因为事前讲佢講嘅事情唔敢講，後尾以後阿爸講阿樣唔是以前難度。那這個呀，副佢講咩話有事啊，就去行，咁就講面頂啦，贊助一些人強項，只要從喺體育方面，我哋會贊助嘛，係主養分呀，對話，問題解，對，多做的好事啦，這位高善有善報，對，這位高遠，對，來，書恆老師來麻煩你，這個齊國老師，齊國老師身體啊，什麼狀況？其實剛齊國老師說的很好，我們人真的是行善積德，這種後天的福德是會護佑我們的，沒有錯哈。那齊國老師當然最擔心的就是他的健康運，因為剛剛你也說到，我們人到60歲之後，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健康。那這邊齊國老師，我想要特別的提醒你，因為可能早年你是一個比較奮鬥努力的人，那身體你是消耗的比較熱切，就是就輕舟這樣子。我們哈嘎尼就是剛講，就是做，就是賺錢，對不對？對，太認真了。所以現在反而是你的身體是在跟你有點像討債。那這個時候我們在命理學比較直接的說，我們這個叫做重罪輕受。有的時候它本來可能是要一場大病來的，可它分好幾個階段來，那反而也是一個好的事情，因為一場大病來你很難受，對。但是你如果分階段來的話，可能慢慢的，你會比較知道去找醫生啊、習慣啊，或者是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你慢慢重視到身體的健康。那但是在2024年呢，老師這邊要特別提醒齊國老師，請你一定要更密集的去做健康檢查，尤其是像神經系統啊，尤其是看不到的地方，它都可能會冒出一點點的小病因來找你的麻煩。那通常我們在紫微斗數命盤的時候，我們會建議去做健康檢查。為什麼你知道？因為那種拍咪啊，尤其是流年的那種拍咪啊，他們很賊哦。你如果不注意身體健康，他就來；但是如果你很注意身體健康，你去抽血，你去看醫生，你去幹嘛，他就會躲得遠一點。對，他就躲得遠一點，因為你注意他了嘛，他沒得搞怪，他就會躲得遠一點。也就是說，他帶來的災害跟這個為難，對你來說可能就會再更輕一些些。那還有一個就是齊國老師，有的時候也因為可能身體不舒服，你自己會比較擔心說收入啊什麼的哈，這些事情是你比較擔心的，但是我還是要建議你放寬心來，尤其呢在休息的部分也要特別注意，因為齊國老師的肝可能也不是特別好，所以你要特別的注意哦，好不好？好，謝謝謝老師，蔡先生。那當然，齊國老師因為在去年的時候哈，其實在整體方面來說，健康方面雖然受一些影響，不過因為去年啊，我有一顆很強的一個叫龍德星進到命宮裡頭來，所以是有貴人的，所以為什麼大方向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不過今年要特別注意哦，因為今年你是真的犯太歲。你是凶嘛？係小叫。正沖龍須正沖，對所以今年哈，對，像剛才我們淑媛老師講的一樣，就是要特別的小心注意。當然，你民俗上有懂該怎麼，比如說它可以安太歲啦，或者是什麼都可以，這個部分都會有幫助。可是，在風水上面也要注意，你 vote 卡底吧哈。我剛才講，就把你家裡頭哈，平均把它分成9等份，然後標上方位以後。針對身體健康，包括關電機前觀眾朋友都一樣，要稍微注意2個位置哦。2個位置，第一位哈，這東南方，家裡東南方，這個叫二黑病符。也就是說，如果我本來是衰掉的房間那期間哈，要特別注意，有時候輕的狀況會變比較嚴重。會變更明顯、更嚴重，因為他在去年的時候，去年他不是2黑，但今年新的一年度裡頭，他這個地方是屬於災病的方位。那一般來說，如果真的要想要脫離這個災病，所以在寺廟裡頭，有些人會安什麼，比如說長壽燈啦，這個長明燈啦，各種不同的那個來改善。但是一般民俗上面可以去，你可以夜市裡邊有賣那個銅做的龜殼，烏龜殼。龜殼。烏龜殼，然後你請種網字，穩固字哈，他們下你命。
农历出生年月日时间，身体健康，元辰光彩，8个字。元辰光彩，元辰光彩，然后元就1元2元哈，辰早上辰没有日字有个元辰宫那个元辰，对，元辰光彩就是让自己的就是光彩焕发的光彩，对，然后把那张黄纸卷起来哈，放到那个龟壳里头去，藏在我们东南方的这个房间里头。健康方面就会很明显的有所改变。第二个像有些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新的一年度里头，真的发现就说这个地方怎么样，有可能会有开刀的机会的话，你这副卡里的西方正西的这个方位叫五黄位，五黄位基本上就是要预防有受伤或开刀的机会。那这个方位里头，观众朋友倒不妨摆放一只铜做的麒麟。铜麒麟古代铜有镇宅有辟邪的功效，麒麟会保护主人不受外在的一些影响，当然基本上如果你家里头，我们家里头观众朋友如果家里头刚好你总缝挺铜建议尽量不要在正西方这个地方开始去做动工的动作。那我曾经有这是一个朋友，他是警察单位的人他不知道啊。第一个是他家里头刚好这个地方阳台漏水，他去弄之后，他有一天突然间打电话说，她老公不知道为什么脚突然间好像被钉子钉到一样，很痛，剧痛。我说我想一想。那之前都没有任何状况，他有没有痛风？我第一个想到痛风，我说某，然后某，那我想你是不是在什么方位上面有没有动工或做什么敲什么？他说有，那个因为漏水的关系，他去做那个。我说那你有没有拜在动？他说忘了，没有拜。我说没关系，你就在这个地方记得拜，然后放只铜的麒麟放上去。她当天准备好用完之后，她老公半夜脚痛就好了。真的没有看医生，不用吃药。所以基本上来说，如果观众朋友你不卡在正西方，如果真的要动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真的要动，你要先稍微拜一下。我说啊，你一定要稍微那个才可以。你没有讲就动了一下，有时候就会产生其他惊扰到那个遗嘱要嘛个就会让凶多。所以大家跟观众朋友分享，也跟齐国老师一起分享。正西方，同齐天孔对吧？东南这片不用个龟壳，里面要放符哈。对，生辰八字还有个种长命百岁元辰光彩什么几位先生？谢，天天孔孔。杀好了要逼杀了，就有时候可以欣赏带来后堂个 Q 我就讲一个投资，买股票就好。那个每天涨，一天2天，那个抽了30只股票来看，它全部红的有没有？那真给那某扣呢？因为事情，我选到那一只隔天一定真的很奇怪。然后不是试一次3个月都这样，试到我自己我都会。手在抖灰心的，不是灰心，是恐怖，恐怖。那个昨天涨停板的被我买下去，隔天跌停板。然后我把它列出来。买的时候跟我们讲没有跟你真给呢，懂讲你是。在高的空空，生命的烦恼还有几多？你现在高的空空，很美好，从前拥有快乐，生发中。事情还有
中，应该剩下现在拥有。因在命运的歌唱中，成功失败自己爱原谅。爱温暖的松树，温暖的松树，亲戚全部来了，谢谢。什么龙潭跟蛤蟆们，谢谢。你跟上我不用还好，我突然间奇怪，真的怎么没出来？记不了歌是不是？粉丝啊，对，粉丝尖叫声。两位老师好，老师好，他是我们那个蛤蟆老师，客家界的青蛙老师，青蛙烟老师，所以他有很多这个家族们，对，来听他唱歌，唱给唱歌。他是去年虽然听说虽事不断啊，哦，真的假？虽事不断，你有蛮高，就疫情2019年的11月疫情开始，然后其实我们家就开始有出一点问题，我弟弟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哪个事情？这个不方便讲的一个事情，对，不卡的事情，对，然后搞得很严重，我们家差点搞，才他们帮配，哎呦，很严重，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把那个事情过了之后，然后开始我妈妈就生病了，就生病，一直到2021年过世了。啊，刚好也在疫情那段时间，所以你从那时候你就开始发现，他说，奇怪，那个运江一直走那边的时候，就2021年就一个大爆点，我跟妈妈开始过世嘛，然后我们整个我妹妹啦，连我们家整个全部卡你，很差，很难过，所以我大概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哈，因为刚好遇到疫情，也基本上整个都停课，所以疫情开始的，我妈妈过世以后哈，那一直到2023年，到上个月，到上个月才开始有比较正常的上课。有较好的哦，其他那3年人哈，基本上都零收入。哎呦，真的呀，对，汪300，哎呦，不可又发生很多事情了呢。那个很奇怪，那个很奇怪，就是 Q 年多，尤其 Q 年哦，Q 年下半年哦，我儿子就突然就骑摩托车，然后去新竹玩，新竹啊，那个你真的想不到，就是他就是一个做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违规左转，就给黑波一台查爱停登机嘛，他骑摩托车嘛，就在想说，到了新竹，好了，看到啊，那这个我左转一下，他就一转之后，然后黑波一查冲到，冲到以后给他车子喷出去，再撞到另外一个年轻人，哎呦还好那个跟黑长诶就是擦伤了，那摩托车就被撞火，这个赔了2万块，就得修好，结果呢，我就想，因为冲动那个人有没有哈？那是一对夫妻，那我想说，我就赶下去新竹看他就从这边整个这样擦伤，冲动也来给你，没就是俺来不易冲动，这整个这个左半边都擦伤，整个都擦伤，我就把他载回家嘛，就隔了3-4年有没有？然后对方说要我们赔偿啊，对啊，他说他那台车新车，好。然后就是这样子撞一下哈，我儿子那个车子修了1万5，他修了43万了。哇！
那我就找律师，我就讲，我就找个律师，我说，你按那赔按多少钱，嘿嘛？那2台摩托车我们自己修也修好，对，你没有受伤嘛？该做某哈，然后。就前面就一个弯角，就是那个保险杆这样擦一下，然后就换了一大堆东西，对对对，花了43万多，然后我说那样用蛮给，全部按赔啊，对啊，我说用蛮给，我说那个怎么新车一般有全险哦，当下没有那个警察有全部有，结果后来我去了解他是怎样的，就是公司的租赁车。公司的租赁车，然后我们这边，因为他摩托车没有保第三责任险，因为他摩托车才刚买不到1个月嘛，某一判料嘛，所以我要提醒各位朋友哈，这个摩托车一定要保这个第三责任险，一定要保，强制险之外，你一定要再保，因为这个是很伤脑筋的事情。遗憾你半夜在发生那个事情，真的呢，你西式朗湾，然后上2个礼拜，那个时间真的很巧，因为我7月多哈，就双麦公会跑嘛哈，然后就一直没消息，8个月都没消息，我就7月多我就去大陆工作1个礼拜嘛哈，你看差不多4年没回去，那也是很奇怪，就到了飞机下了这个厦门机场嘛哈。我才刚走出去没有10分钟，就要走楼梯嘛，哇就摔伤，摔伤。这是黑色公园都没有摔过，然后那一天我实在太长，没有摔过，然后那天是怎么样的情况？就你冥冥之中是这样注定的。我觉得就很多事情是串联的。我去那边工作，预计跑4个地方1个礼拜。刚下飞机，然后就走要去赶高铁，然后那个楼梯有4个阶段，我就刚拿着我行李走，后来他旁边不是有那个斜坡这里来嘛，有没有？我们走楼梯可以这里来嘛？劝那个各位没有经验的，千万不要把行李放到上面，不要把它放在行李台给旁边有掐嘛，千万不能放。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这样拉，我觉得很重，拉不停，因为我朋友在后面嘛，我就帮他拉，我自己拉我自己的，拉一下觉得好难走，我就把这个行李箱放上面，就拉个2步，重心会不稳，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会把它拉回来，好，后来第2次我再往下走的时候，拉还是觉得很重，然后剩下10几个台阶嘛，就希望可能用不用哈强冲。我才刚一放上去哦，这个没有走2步路，然后那个整个行李箱就飞出去。按的，我就拉着那个行李箱飞出去啊！真的，我当下我就想说惨了，因为我朋友几个在后面，他说是下坡还是上坡？下坡啊！下坡，下坡那个大概10几个台阶嘛。他就来了一个行李箱嘛，叠了10几个台阶啊，不好意啊！哎呦，我当下我想惨了，然后我们后面几个朋友然后他们想说，然后老师完蛋了，完蛋，然后觉得说你这次会摔得很重，那还没按很凶，想说可能享年多少？不是享年多少岁啦？等一下我也要请那个老师帮我先就是说来帮我们分享因为跌下去给时间哈，我要先讲就是这个运势的部分哈，跌下去的时间，如果我有个平常我们都有习惯带这个玉镯子，葛罗跟我们录了10几，对，我们录了10几年，可能有带我破掉2个，这次破掉1个，15年前破1个，然后这个上7月份破这1个，然后我就是那个机场很大嘛，他们说他们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就是我飞出去的时候，他只有听到一个声音，叮，就是我这个手下去的时候，我走下去，就是我这个手环先着地，先着地之后，他们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就叮，然后整个2个就分开，就是那个镯子就裂了。分开之后，我全身没有伤，就这里脚撞到，就撞到最后一个台阶。其实很破的，2个对，帮你避凶了，可能人都靠到头那，对，然后全身都没撞到，就这里撞到，哎呦，然后撞了这样子大概5-6公分，哎呦，然后但是这个也是我没有经验，我撞了5-6公分，就我没有去医院，因为要赶时间嘛，那跑4个地方嘛，高铁一直坐哈，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我就那边擦红药水跟那个消毒水哈，撞了整个脚就肿起来，还有蜂窝性组织炎啊，对，这个肿起来，然后我在床上躺了快20天，就按永远哦，这小小一个口这样子，哎呦。那我再给大家一个经验，就刚好有一个分享哈。我给
我要卡点，然后请假请了快1个月，我发出行啊，手也没办法拿东西啊。哎，所以要就是连续这几件事情下来哈。还有一个就是很惨，就是那个事情撞完之后，我儿子那个撞完之后，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就发生5次车祸。你儿子哦？我儿子对。然后尤其第5次很神奇，然后没不应碰到，就是他停到马路边，后面被人家撞，2次。真的量半，所以这个谢老师到底是他是整个家运还没了嘛？带赛，家运还是嘛个东西？命的问题。第一哈，你在去年在讲一些，去年是带死符啊。哦，因为死符哇，跟谁一样？跟谁死符啊？对，罗伊。带死符基本上来说，就是健康方面，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对，所以特别提到这个字，就是要特别的注意有关于健康或血光或意外方面。所以民间就有很多这个所谓要帮他点个光明灯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改善。第二个，其实我刚刚讲哈，如果是连续几年我们家运都受影响的时候，对，3年啊。我觉得俩是要稍微看一下，有时候风水上可能影响就有可能受。没那风水的问题，就讲好，那10年前我们祖坟，根本懂奇怪，我也不知道。就我们本来是有个公堂的祖坟，那个祖坟在5、6年前搬，就整个就搬，就是政府补，因为征收嘛，搬到龙潭公墓那边，好，然后搬到龙潭公墓那边，搬到塔还是什么？搬到就是龙潭公墓。在龙潭有一个公墓嘛，对，我们所有家族都搬进去。就是那个骨灰坛。对，全部搬到塔。那有很多的那个有30、40个，40多个。跟那献不业哦。对，要献不业，对，要献不业。那时候没低嘛哈。那但是你知道吗？要搬给祖塔给时间给前几年哈，我们其他几个堂侄兄弟了就出同多事情。给时间就知道。然后呢，弟弟都做底下讲，是不是祖坟这个有问题？风水有问题。风水有问题。张板。对，所以张板就刚好遇到征收版过。但是我自己有感觉，就是说，他好像有一股力量，有没有？很奇怪，就是我妈妈一过世了之后，有没有？这个我感觉尤其这2年，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后面好像有一只黑手。我讲真给摸安用，不要摸一下来。你老师讲过，真的很夸张。我就讲一个投资，买股票之后，那个每天涨，1天2天，那个抽了30只股票来看，那全部红的有没有？那真给那某扣年因为事情，我选到那一只隔天一定跌停。真的很奇怪。然后不是试一次哦，3个月都这样，试到我自己我都会。手在抖灰心的，不是灰心，是恐怖，恐怖。那个昨天涨停板的被我买下去，隔天跌停板。然后我把它列出来。以后买的时候跟我们讲哦。没有，跟你真给呢，懂讲你是。我把它列出来，列了10几只，3天买1次，列了10几只，2个多月，10几只买到就跌停板。后来我去拜拜。我就不敢买，不敢买。后来，但是就这几年那个事情就太恐怖，我就觉得我觉得是有一只黑手。我刚才讲说有没有可能是祖先的风水的问题？观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你不卡给祖先的墓碑啊哈。如果它上面变白，有白白的那个水纹，白色的变白，那家人会生病。你生病的时候，整个脸色苍白，嘴唇都变白了。晕死没有。如果它上面变成绿绿的话，那个一般就会有官司缠身。绿色，整片就是绿色的，对。如果上面发黑的话，那家人健康方面会有很明显的问题。那反过来它比较红红的。亮亮的，那个就是好运的一个象征。金黄色也可以啊，它有点泛金色出现，那个也是好运象征。第二个，即使我们现在都很多都放到塔里头去，对，放塔里要看方向。我们想阳宅影响一家人，就你俩待俩答案眼，但阴宅影响一家族的。所以还是要注意，还是要看好的。对呀，那个玉断掉其实有特征，我们看一下。来。
哦，要拿出这个仪器来测试。这个玉是假的还是真的？没有，我收藏20几年，很难讲。他有听经文的呢。哦，对对，老师，我特别要讲，就光这个玉哈，我总共收了6只，这20几年，我到大陆10几年，这样子到处说，这个是男生戴的玉，只有收到6只，15年前断了1只，也是摔断，然后就这次摔断，好，然后它比较特殊，就是说这一次摔断既然没有毛边，就是它整个摔断是好的。哦，哎，这个可以修啊，大陆很厉害，对，这个这修完有用吗？有用啊。其实他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他摔倒的时候，第一个听到声音，大家没有听到他摔倒的，听到是那个掉的声，对。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断裂非常的完整。我们一般说，如果他是有时候说带你去破一个这个结受这个那个话，它基本上就会非常完整，它不会像一般睡的这样子哦。对，我这些玉还有一个很特殊呢，就我10几年前开始在家里每天都会放24小时的大悲咒心经，给他6支大明咒，本给汤啊，对。已经听了10几年了。比如说我现在带我回到家就会放，他也听得懂，他应该听得懂。加持嘛，那这个加持了，对。它其实这个加持声音的加持是有用的，是真的。因为外国人他做实验，比如说直接用，比如我用水，你放不同的音乐进去之后，对，它也会不同的水的那个，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水晶体不一样。那老师这可以测吗？有，老师正要帮你测。我这样讲，它虽然它已经断掉了我们还是可以测量。我按下去这个2号这个边的时候呢，开始测量。18还是18？对，所以基本上，像这完整的，我们看一下完整的测起来的话，这个玉本身会带能量吗？会带能量。所有的这个些就是玉石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宝才6，所以你不要看它断掉，它断掉的还比你那个完整还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说，我这样子怎么会？没有其他的伤痕，只有那个。那其实后续至于后续风湿组织炎，是我们后续没有。这个去干毛处理，去干毛处理。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带的护身符或什么，它是有特定的能量，所以它才有一定的功效。我再试我的给你看。好。再试。老师又要试一下这个。有看到哈？有。我看到。我这一次就不放在里面了。来，我帮你拿来。老师，那个是什么玉？这个我们好，我先测。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我先把气灌进去。哇你仪器坏掉了吗？没有坏掉。4724，4700。那能量怎么这么高？比我喊他抖4700。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它跟你的身体的能量结合，它就会产生护身的能量。谢谢这个能量太高了，谢谢老师，谢谢。对，还有苏文老师也有一些建议给我们。对，我真的刚很认真在看赵琪老师的面相。第一个，我觉得你真的可能要找谢老师看一下你们家的风水，因为你的田宅宫跟子女宫的颜色都不对了，尤其是田宅宫的部分非常的暗黑。那你的祖先的那一个部分可能已经在提示你些什么，那所以你真的自己要很注意。然后子女的部分，的确孩子让你现在非常的忧心，孩子现在的行运也不是很好。好，再来第二个，你这边的操劳纹太明显了，所以你现在真的是一个处于劳心又劳力的阶段。好，你现在心放得很不开，所有的事情你只要一接到电话，你就觉得给我来啊！你现在连接电话都怕，对不对？对，不敢。你现在连接电话都怕，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从事情的根源来慢慢一条一条的解决它。就是你最担心的部分，譬如说你现在最担心的是祖先的部分，那我们先解决祖先，再来要搬家，我们就来处理搬家的事情。孩子的部分就是你第一个心里面要把握住那个舵。
好，你不能乱，因为现在家里面你是掌舵的人，你不能乱，好，所以1、2、3、4先后顺序你要把握得非常的好，对 SOP 要做好，还有你整个做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脸都亮了，你现在的脸就算化妆都不会亮，你现在脸超很暗，尤其是这个田宅的部分太暗了。这几个月我上次罗哥上次我来录影，他就有跟我讲，对啊，老师你那个面相不太对，哦，上次有讲，真的，我那个气不太对。从开始认识你，我就觉得你面相。然后我要再补充一个，就是针对健康运势的部分，因为明年健康运势我也是比较担心你，好，所以像心脏、血压的这个地方，你要持续注意。心脏跟血压。再来，你既然有给这个古玉听的大悲咒、心经等等，我建议你再多听一个药师佛心咒，然后再多听一个药师佛心咒，希望药师佛能量能够带着他一起跟着你。对，那刚刚我们2位老师提醒你的，我想你应该心里都有数。对，因为我们都从不同的面向提醒你了嘛。那我觉得我会选择用面向，是因为这个叫相由心生，你现在担心的跟你现在遭遇的，它就显现在这里。对，从今天开始你就会变好了，真的是有2位老师帮你加持。对，谢谢老师，谢谢参加这一期开始你就变好了，谢谢，生梦，对，什么？尤家祖先，我们没有常常欺负他，干嘛结巴？欺负他是他们没啦，这是让老师有一个代表性的那个印象，黑毛。来，最后我们请苏恒老师帮我们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2024年多带两个彩云红。好，那我想这个心理测验大家一定很期待啦。2024年大家的财运好不好？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好，现在啊，这里有一个题目要听一下。你看到新闻报告说有一间网红店卖的东西特别好吃。你觉得这个特别好吃的东西会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种料多味美的包子，第二个呢是这个传香千里的卤味，第三个啊就是那种生鲜爆炒很好吃的海产，再来呢就是像是那种世界冠军面包店。你凭第一直觉选你觉得这个网红店说非常好吃的会是下列哪一个呢？好嘞。请举牌，对，用力的把它举下去，好不好？好，只有买线西啊，1、2、3、4全部有引线，好，全部有哦。那我们就从卤味小吃啊，就是我们这个最年轻的这个开始哈。好，如果你和观众朋友选的是卤味小吃的话，财运部分呢，有80分哦，80分，但是要注意什么？第一个呢，你是一个平常生活蛮愉快的人虽然有梦想，愿意冲刺，愿意努力，可是呢，往往偶尔会冲动消费。对，往往偶尔冲动消费，所以呢，对，所以在2024年虽然财运有80分，可是呢，说老师要特别劝告大家，消费有100分，对，要有理智，理智就是有时候把信用卡有没有密码锁起来，有的时候有那个客人跟我说，老师要锁一个自己不记得的密码，没有，他就说，可是我都背下来了，怎么办？真的换一张，我整组信用卡号码都背起来，是不是？好，再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选到包子的哈，选到包子的，好，选到包子的呢，这边管明珠老师，好，如果选到包子的观众朋友，90分，轻后呢，好，90分的话，我要先说一下，第一个啊，你对于钱财你是一个实际的人，而且花钱比较保守，你对于理财有你自己的原则，所以才会有90分的财运。那么呢，在这个新的一年，就像我刚刚提醒明珠老师的，第一个花钱有原则之外，如果有人找你推销啊、投资啊，或跟你讲说报名牌啊，拜托真的要审慎的选择尤其是报名牌这一条，你真的要谨慎，不然的话，其实你的钱突然间就变成别人的钱了，但是其实是不错的，有90分，要持平努力，好不好？做好本分就有90。苏恒老师的有100多分的，他有时候会爆表。来3号的先4啊，还是先3号？跟罗哥都说我的阿汉。好啦，开玩笑。好，那如果选的是海产店的，好来。财运的部分70分，这要注意什么？第一个，
有的时候啊，对于你来说，你是一个在花钱上面反而是重视感情的人，你是 kimoji 在花钱，有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用花到这条钱，或者是根本轮不到你请客啊，哇，你就哇很有义气先去付钱了，有没有？引亲懂对，然后呢，对，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你就不能输，这第一点。带来啊，买东西明明 A、B、C 哈，你买 B 就好了，可是售货员在旁边讲，然后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啊，你就买了最贵的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在这个消费上面要非常注意。所以如果有理财专员，或者是把钱交给另一半或妈妈来管，会比较好哦。在2024年，对，再来就可以放在我这里，我帮你。罗哥不错，罗哥不错，为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2位4号的，我是2号，你是2号，来罗哥，冲动型消费，只有罗哥4号。那刚刚罗哥是不是从头到尾一直说他自己运气很好？对啊，对，那因为我喜欢吃面包啊，那我们就恭喜。有没有看到？运气好的人能量就是特别旺哈。但是呢，选到这个面包店的人，我要先说，这个人平常啊，他就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是他对未来或对是工作或生活都很有希望，他觉得一定都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这个正能量呢，不只是跟着罗哥，我也希望是可以跟着观众朋友，就是我们要永远相信会越来越好。而且呢，重点是这个做选择面包店的人，在2024，他可能有他创新的事业想法哦，就是你可能有新的路线，或者是呢，如果你觉得好像有新的橄榄枝，不要破我的梗哦。对，大牛哥有新的事业哦。那或者是呢，你觉得啊，你的事业上面有新的贵人，有新的转机，希望你都要把握住，在2024年创造属于你的最旺的财运，好不好？是，好，谢谢苏文老师，谢谢，真的好棒。其实大家的财运都不错啦。对呀，就是理智消费哈，理智消费，投资小心。这个钱本来不要乱花嘛，你赚的就再好好的存下来，对，该花的花不要乱花。对呀，当然也这个明年就今年就2004年新年了，第一个礼拜，龙年呐哈，龙年，希望他敢要冲龙用啊，做人的翻云覆雨，飞龙比上天啦，今天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喜欢啊，也谢谢我们什么掐眼镜情商，还有苏文老师，谢谢2位老师，哇，提供这么多的这个建议，也希望我们今天来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都会运势好好，今年做的非常的顺利，顺风顺水，好嘛，安子姐，多加哈。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后给大班冲那个闪果的时间，跟牛年对吧？真的哦。跟有的按生就问牛年跟有的陈琴腿紧张啊，本牛都我个看那个冲路闪果，还看个陳琴腿都變牛一下。你干嘛？别人那个陳琴腿欣賞干原有？就那有嗎？有牛。又是後來，好了，再下去要剪掉。三國演我飛，點樣喺節目當中啊？哈，有唱到呢歷年來傳統節嘅冠軍的歌手，年度衰今天真的大家的可以聽出耳油啦。冇錯，從呢個節目哈，比賽冠軍出以後，全部都有今後嘅發展。咩請用心推廣人哋客家嘅三國。對，大家是爭相邀請啦。冇錯。等下按照好嘅訪問機啊，就先談嘅啦，唱歌嘅啦。分享 TV 嘅體育嘅年度總冠軍嘅王義健啊，真係體育嘅某個時間，帶來平板，來談下啦嚇。相随。
哇，有某天的哈。今年土总冠军，他妈是几那久啊？他用是19年前嘅事情。哇，那张19岁的19岁乘以2差不多啦。哇，系啦。这样子的比赛时间都多少？比当年土总冠军应该是国中1年生。国一，没张是34岁的呢，差不多，13岁啊，优秀。嚯，你看他也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是你。现在那个亭亭玉立，你看，而且发展的很好呢。系啊，发展都挺好啊。你要对客家师傅的推广，挺厉害。真的，不遗余力呢。真的，我秉持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客家嘅母语靠客家传承。哦，真的，系啊，也还是采发。对啊，一般后生有想过啊，个客家事情可能本一些大佬来个做出的，我想到按后生哦。嘿，按用个精神，按用个概念。真的，用远哈。其實也係因為都好公司嘅業務啦，所以因為我哋下啲基金會上班。什麼乜嘅基金？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哎呦，係客傳會，你都係啲嘅做啦客家相關嘅事情。唔過都好藝術接到嘅案例下貼片。所以講，你每年都會去錄無共用嘅聲音，也所以講我會。我就拉着一個行李箱，底部度就總點所有嘅錄音嘅10批，然後我就去各客莊行總底部度。唔識會操控嘅這個東西。全部都嗌識下來。哎呦，雙條把嘅賣卡拉 OK 機嘅車子，呢種感覺真係有嗎？來電機，哇！真件事，不知道會接觸到冇共用嘅。冇啦，3個啊！我是會希望向嘅總頭像係any 嘅西海太平岸、西燕強、海陸強、太浦強、牛平強、老椒雲強，每一隻強頭嘅小朋友我都會接觸到。哦，係6期嘅聲音。錯，6期就講客家嘅故事俾你聽。阿基亞的那乜嘅故事？我會給他們文本，給他們腳本。錯。雙講係一隻節目就，係算係一隻節目。阿基亞的講故事用嘅情形。講故事我就會有。然後阿愛係慢嘢，就沒問題，沒有這麼美好。啊？冇愛好，佢可能一幾搞嘅小朋友冇一聽清會講。有陣時你嘅台詞可能怕當場，可能怕是基本嘅天時當好，阿爸老阿妹都嗌到出去了。呢一記嘛，對我哋平常時要講嘅人見來嘛。唔過對小朋友嚟講，基本嘅嗌當歡喜，容易記了，冇簡單。不過真的很有心呐，我想到按後生嘅呢，對客家嘅師傅按有心。係沉浸式咧，嗬，小朋友可以試啊，真的。哦，我想睇下對我設計咩親友幫助啦，我要發出落去項目向嘅強調，搞不好我可以考到5腔的客語能力認證。哇，全國第一就係有愛得上啦，獨一無二。而且講真的，我剛聽你唱歌，你現在已經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真的沒有啦。我覺得比以前還屌還厲害。真的呀，不是，真的，不要說我說的，那評審老師，本評審先生哦，邱亞先生係冇？邱亞先生係冇？我強就冇拉下，冇拉下。我老實講哈，冇拉下。但是按你講，就是我就按電影腦啊，你必須要出來，但是記者，會到強，會到人有所注意。吸煙，既然講西海太平岸，吸煙的時間就完全用吸煙窗，哈，去到嗰時事就冇落去，我按記得，哈，就會記責，哈，所以你的後尾記責人就會創到有去到強啊重音，你家專業看到從不帶，你還冇哈，還有阿鳳啦、吉娜這本幹掉了，人講哈，很快，我跟你講，呀，後生人很厲害，當家，因為主持節目跳水有了吼。你也是安尼呢，客家嘅咧哈，男人的傳語啦，對，這前途無量啊，前途。客家文化空掉，你還有商人去傳承哦，加油！好，我就不落啦，人家有個狀態，對嘛？中央上的獎係冇？對，冇啦。唔過講正經嘅，嗌嘅從客家國學嘅開始，整件事啲咧舞台嗬，係啊。我媽媽爭講啊，嗌14天嘅拜來兩老年大擂台，跟我是係兒童組，兒童組，跟我是還有兒童組，還有兒童組哈。對，我記得那個時候嘅學佢特別唱嗰個山歌嘅時節，佢會鳥人的嘛。真的哦。有咧，按聲就會鳥人。有咧
陈情腿心肠啊，好不牛都。所以讲葱肉散狗嘅时节，偏偏会牛都。哦，我个看那个葱肉散狗，还看个陈情腿说，哦，比牛一下，牛一下。你干嘛？别人那个陈情腿心肠干有按有？就那有吗？有牛。表示好嘞。好了，再下去要剪掉。好了，OK， 好，真的很棒，加油！怎么该不继续加油？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好不好？好，安子姐，多谢，谢谢，多谢，安子姐。好，撒下来哈，撒下来係你嘅第三屆年度總冠軍李文芬先生帶來羅山歌。好嚟，彈開啦。千山有自信呐，比高了。思乡亲呐，转来去呐，喊黑了，嘅故乡啊，人下亲呐。行在故乡，相思林呐，人疯了。传来呀，三个人呐。本嘅山歌，太上苍啊，不见了。俗事啊，嘅故乡人呐。
哎，两位主持人好，温分欣赏好，能不要讲会了。第三届，改编故事啊，厉害，咪幾十年了，有11年了，11年了，其實第一屆，第三屆啊，嘿，她是你學姐，嘿，學姐，你樣創歌，迄唔係因為利用上先生也嘅阿叔嘅影響，利潤上係佢講出來，所以唔創歌有一啲夾嘅感覺。放歌伊種腔調啊，雲咪啊，係麼？奇怪哈！平常所用版練唱，嘅雲咪咩唔係很簡單嘅事情。係啊，其實唱山歌最重要係入門，入門不管你上幾行你係冇該入門，就冇山歌嘅唔同。真係，山歌該入門係當奇怪嘅東西咯。係，所以其實山歌，好學嘅演員係佢是兩期添，兩期，難學嘅咩演員咩是該兩期添。因為天上做人來從何來，是才用啦。兩段題啊，第一期到第二期一段，3期到4期一段，所以你是學兩期就做得咧。我兩期學到一下，我都係冇馬喎呢。有司機啊，還有雜茶啊，那可以做嘛？嗰時人家都會唱啊，有呢啲。係正經來學啦。係啊，變嚟講一挑戰，從解羅山歌，當然一開始學山歌最驚嘅就係羅山歌。你咪講，我險將我每聲傾上去，佢其實佢有技巧嘅。誒，你3種曲調全有。其實係全冇強強嘅，歌曲歌種嗬，所以我去了解3種曲調嘅全部人扮唱。比如講我頭先唱嘅羅山歌，我自家體會啦，未冇研究，我講應該你生出氣冇出，那個氣流到後部來轉音助潤，佢山歌你就會。就唔係講要解險咗嘅問題咧。對。咁做的示範機上出，氣冇出係嘛意思？上出氣冇出，關於按到憋氣講話。那怎麼樣？這樣示範一下。行過千山，愛倆就上出氣冇出，愛倆喊氣喊腳點憋住。憋住，氣係猛送出來。咁啊溜到後背，轉雞，轉運係，所以家下後半人誒送出來。所以應該講呢一鋪係學起來，全冇嘅乜嘅險咗嘅問題咧。但是我講阿婆就是人說誒，咩講？今日冇馬來冇馬，唔係因來重戲啊，覺得冇牙齒咩？係啊，這是講音咧，都成啊！斷斷嘅，其實佢係講音嘅入面咧。但是咪當有啲咩哦？係啊，點解冇講嚟當床啊？唔知我邊嘢破燒啊！其實入門做嘢，入門你要怎樣吃係一種。我感覺係意識形態，當然係解釋講原門係乜嘅東西。知道講嘢語冇強用，講嘢咧，媽媽煮嘅菜，冇用叫強食法條講嘢做，就一個料理哈，就一個食材，每一個廚師每一個媽媽做出來不一樣。不過你會感覺講，我媽媽煮嘅菜。最好食，佢就係就有媽媽的味道，佢就係唔似假嘅韻，講音嘅韻味，真的。不過講到要教唱歌哈，這個哎，親友韻咪嘅先生謝國旗，我啦差幾個先生。對，佢唱歌呀，同家嘅阿叔李雲祥，確實有一些嘅相同嘅嗰種味道，傳承下來。尤其家嘅阿叔李雲強。
啊，李云杰，也做太医哦，也要做太医哦，所以哦，也可以加速地度，唔单止讲传到也可以散过，甚至连戏剧、太医嘅，嗰種藥味佢就同佢融合起來，也係一個相當難得。所以我要同佢講，唔怕，因為散過東西，當然創作個人強嘛，兩樣嘅去運用，唔再以盡量發揮冇相干。哦，甚至講創嘅老人冇用樣，有一種特殊嘅味道，也有咩嘅好嘅現象啦。佢拿到也研究過完後，佢都散過比賽啦，特別係早嚟講就看到幾多彩廠。佢話中央會去搞佢哋後戰，每日就地角一樣係去廠，因為聊到人唔敢來滿人，就滿意一樣嘅就簽到好。係上次原因，佢又會做到哎呀變身台來，再來搞，繼續來搞，也係好一批。上次客家要咩去一啲人才，加油！好厲害厲害，安子好棒好棒，真的真的好，來沙下來分享。來係第六屆嘅總冠軍吳丕雲帶來3個字。來唐啊！唔係你做長照的呀？係啊，都係長照的呀。長照是要打多少號碼是多少？你要打去哦。我那天就是去拍一個廣告，價錢還不錯。哦，真的哦。就是然後就一個梯門啊，1966，1966，長照就打1966，哎，到時候幫那個號碼貼在羅德臉上。
主持人吼。哦，你最近很幸福，对不对？是的哈。是的哈，用来太甜了，又穿钱哈。咩冇呢？系啊。唔咩你搓长照的呀？系啊，都系长照的啊。对啊，长照的那个伙食这么好。没有啦，因为一下冇比赛就冇压力的。哦，压力的啊。对对对。有想说是得会让心情好的东西嘛？是。对，黑毛哈。对啊，长照是要打多少？号码是多少？你要打去哦。如果要打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那天去拍一个广告，就一个镜头，就一个镜头，就是我一个踹门，然后就拿个手机一个电话这样。号码嘞？然后好，1966。哎呦，1966，记起来了哈。哦，1966。对，我那天就是去拍一个广告，价钱还不错。哦，真的哦。然后就一个踢门哦，1966，长照就打1966，哎，到时候帮那个号码踢在罗哥脸上这样。没有，这个是有需要的。哎，没有漏啊，哎，没可能以喜宴饮周估啊。对啊，一下动到中批。不过有得咩係要搶愛羅。哦，要搶愛羅嘅，可能不卡環境較好。有没有人在抢长照啊？政府有补助嘛？有补助，还有时候的先累积你的那个扣打点数，你以后老的时候，人家还可以帮你照顾，不用钱的。不过我来比赛，我请记得咧，就是给勇士为结尾诶。不过我因为冲唔冲240那就老建居哥嘅差距差来可以来差一些咧。後來因為幾擺嘅經驗之後，我就想講，運用辦賬號，我就記得線上有教過一句，就係講，我留歌詞音熟，我留歌詞配熟，因為幾擺嘅經驗之後，我之後就。唔管係上班之後就開始練唱，然後寫什麼唱，那個時間有限嘅時間，我就勁唱勁彈啊。點馬樣啊你？有限時間就唱3個。有冇呀？40。哦，結果好彩後來要補轉嚟讓得到冠軍。很正經誒，冇嘅董家松，舞台下部準備哦，都120分，雙台上有100分。這個也都人生的經歷啦，至少就是說，我出去以後跟子孫講一下，我曾經參加鬧熱打對台哦，我踢名了冠軍哦，冠軍哦，踢到雞哦，你看你還60雞咯，係啊，這麼久，60雞。我從這請民主先生同建議一下，譬如呢係要按後生。人哋做得講客家話，做得講到按標準，實在也冇容易。主要係佢嘅家庭啊，阿爸阿媽當中心裏在脾氣，本佢就按喺空間啦。譬如呢歌聲冇那險嘅，唱得非常啊，中氣加少，主要呢係佢咁唱。咁唱，然後發揮出來是挺好的。你要特別潛嘅嗰種嘅，嗰種嘅缺點啊，潛唔得出來啦，還係要加強啦，接下來是教本唔得後生嘅嘢。係啊，我看到挺有希望，繼續加油，好，謝謝先生，向陸先生補充下。因為三位編嘅歌手呢，在任何一家會所嘅山歌比賽，我全部就參與過。尤其個黃宇娟、王小吉，佢體力改些，沿途水我都要做編寫。按照我講嘅是講，既然他這個就對了客家山歌、客家文化呢度按有熱心。我第二了解是講，王小吉呢要從事強強嘅嗰種嘅對了客家文化傳承呢方面嘅工作。按頭先李文分享訪談中。佢對講嗰啲用埋啲長河山歌，佢係歌論呢度又非常好。我了解是講佢摸到咧傳承呢一方面呢要做。既然你身上要按好嘅嗰種嘅論述嘅時候，我希望要從亞述啊，共同嚟為我哋下台咧度年輕嘅啲輩，傳承嗰啲客家文化傳承。當然，吳小姐佢咧是做創造方面可能係我是講。
创造以外有限的时间，强让为爱的客家山歌界都出得有力了，加油啊！好，谢谢，语重心长，是的，对啊，还有上一批，我加油。对呀，真的就是客家做靠你的工作，好，要为什么？上忙大加油啊！安子生，多谢，谢谢，多谢哈。哎呀，今天的节目也是这告一段落了。哎呀，非常欢喜做的有唱到3位冠军歌手来唱歌。难得哦，对呀，齐聚一堂呢。讲这好唱歌的朋友就夹夹来报名啊，哎呀，好好的唱出去唱起来的，就得到冠军了。有没有三尊神尊坐在这边？对呀，嘟嘟吼。那以后就一起来发扬客家文化。哎，冇错，是。等太几个大天八来。对呀，好唱歌夹夹来报名啊。让96667让6让等太几个大天八。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哈，大家辛苦的评审欣赏，谢谢老师们。西比评审欣赏，安子生辛苦嘞。是某一间我们的蓝云品，安子生辛苦嘞。冲浪吼，那个三个吼，继续加油。是孟小川老师还有没有最欣赏？谢谢老师们，安子生。谢谢。是某李天宠的观众也很辛苦嘞，安子生。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穷下来，再见，拜拜。